是吗？是吧？哈。手中这个多肉植物美不美？美，很美。这个那个多肉植物啊，现在说多肉植物是最夯的一个那个植物，然后说现在可能放在那个电脑旁边啊，我们可以就是有抗辐射的效果，然后自己看了呢也觉得很疗愈。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了之后，你会觉得蛮舒服的，心情会比较开朗一些。农会在10月19号还有20号就是这个礼拜6礼拜天要举办那个全国第3届的多肉植物评鉴推广行销活动欢迎咱所有爱好多肉植物的朋友来咱参会农会甲咱参观。这边展示大概有几种？这边的展示有6。这次展示的多肉植物有上千种因为多肉植物最近几年来深受青少年朋友的喜好而且也很好照顾，很好养这个东西是很疗愈的东西请大家多多来购买。